神許多時會以矩陣 Matrix 嘅方法嚟隱藏極為重要嘅秘密喺聖經內，呢種隱藏方式稱為聖經密碼。其實以色列人對聖經及聖經密碼嘅研究已有非常悠久嘅歷史。猶太人早已經發現希伯來文嘅摩西五經隱藏住每隔50個字母跳讀就可以拼出 Torah 一詞，就係摩西五經嘅意思。遠在13世紀，一位猶太拉比曾對此作出研究，可是佢嘅著作要喺1957年先至正式面世。喺耶路撒冷嘅希伯來民族博物館，亦藏住著名物理學家牛頓早喺1696年所留下有關聖經密碼嘅研究著作。到咗1980年代，以色列希伯來大學嘅數學家 Elia Rips 同物理學家 Doron Risdom將聖經舊約嘅所有文字串喺一齊，去除當中所有間隔，用電腦將唔同數目嘅字母列成矩陣。呢個就係等距離字母順序解碼 （Equidistant Letter Sequences）， 簡稱 ELS。佢哋挑選聖經時代以嚟32位知名人物作研究對象，結果發現佢哋嘅名字、出生與死亡日期都以呢種 ELS 嘅方式喺創世紀編喺一齊。經過耶魯大學、哈佛大學、希伯來大學嘅多名數學家驗證，證實聖經密碼為巧合嘅可能性只有25億分之一，甚至低於5萬兆分之一。呢個已於1994年8月正式發表咗喺 Statistical Science 雜誌上。聖經密碼排列嘅方式有如巨大縱橫嘅字謎，可向左、向右、向上或向下，以等距間跳嘅方式拼出詞句。同時喺附近亦有與之相關嘅信息出現，拼合起嚟便能構成一件完整嘅事件。但亦曾有一啲無神論者認為，就算聖經能出現如聖經密碼呢種如此超然唔可能嘅密碼，亦唔代表有一位全能嘅神介入聖經嘅寫成，因為佢哋發現一啲人類嘅著作，例如《無比迪白鯨記》等嘅小說故事，都曾有如同聖經密碼嘅方式，巧合地記下一啲人類歷史事件嘅人名、地點同時間等等。但日華牧師指出，就算呢啲人類嘅作品曾出現極少量，僅得好幾個如同聖經密碼嘅巧合現象，亦並唔等於聖經冇一位全能嘅神喺背後介入而寫成嘅。原因為：第一，聖經並唔係一本如《白鯨記》等嘅虛構小說，而係一本記載真實人類歷史嘅宗教典籍。第二，聖經要同時兼顧每一個字都冇錯誤嘅情況下記載歷史，亦要同時喺字句中隱藏多至上千上萬嘅密碼。再者，密碼所記載嘅都係正確嘅預言，呢個都係嗰啲無神論者所提出嘅反證無法比擬嘅。第三，聖經不單記載歷史，亦預言未來，而當中嘅大部分都已經被證實，都完全一字不漏咁應驗咗。呢個亦係嗰啲虛構小說所望塵莫及嘅。第四，聖經係由約40位作者，大多數係互不相識嘅一群，經過1500年所寫成嘅66卷著作而合成為聖經。但竟然喺聖經完成後嘅1000多年，電腦被發明之後，人類先至發現當中所隱藏嘅密碼。對比《白鯨記》等嘅虛構小說著作，只係由一個人寫成嘅現代小說，聖經密碼所顯示出嘅超然性係其他小說作品所唔能夠相比嘅。第五，聖經記載住數以萬計神嘅應許，歷史上有無數人嘅生命被聖經所改變，而《白鯨記》等嘅虛構小說著作，佢哋對人類嘅貢獻可謂微乎其微，因為呢一個係證明神對人類歷史嘅掌權，一分一毫亦冇偏差嘅情況下，先至可以出現聖經密碼。所以世人皆無可推諉嘅係，唯獨一位全能嘅神，先至能夠以呢種不可能嘅方式寫成呢本全世界最偉大嘅書籍《聖經》。